今日我同大家做嘅冥想係大樹天地呼吸法。呢個冥想你可以隨時隨地都做，可以幫助我哋嘅能量更加平衡，接地，連接天地嘅能量，亦都可以幫助打通我哋體內嘅氣脈，讓我哋嘅氣聚丹田，我哋體內嘅氣更加流通，能量更加平衡紮實，整體提升個人嘅能量，清理負能量。而家邀請你坐好，整個冥想嘅過程，你可以選擇合埋眼或者擘大眼都冇所謂嘅。我哋而家先感受一下我哋嘅盤骨係坐好平衡嘅狀態，感受我哋嘅人係左右前後平衡，感受到我哋嘅脊椎、腰骨由下而上咁樣伸直，拉直我哋整個人，包括係背部、頸部、頭部，好似有一條線拉直你一樣。感受到個人坐好坐直之後，就感受一下自己底盤盤骨嘅位置。感受一下你而家係好安穩咁樣坐喺呢個東西上面，呢種安穩嘅感覺就好似大樹嘅根部不斷向下延伸，深入到去泥土，扎根於大地。感受一下你每一次吸氣，你都吸入嚟自大地嘅養分，泥土嘅安穩。每一次呼氣，你都呼出唔需要嘅能量。呢個氣同埋能量會由下而上咁樣進入你嘅身體，貫穿你身體全身。連續做幾次，而家感受一下。你整個人就好似大樹一樣，從根部向上延伸，拉直你整個人。你嘅氣，你嘅能量，從你嘅盤骨開始向上，拉直你整個人。你就好似一棵大樹一樣。感受到你嘅頭部、膊頭、頭頂嘅位置，就好似大樹嘅樹梢一樣，有樹葉，有花朵。我哋而家吸氣嘅時候，感覺能量從上而下吸入我哋嘅體內，就好似大樹嘅樹葉吸取嚟自天空嘅陽光同空氣一樣。吸氣，感覺能量由上而下進入身體；呼氣，釋出唔需要嘅能量。重複幾次。
每一次呼氣，你都會感到個人更加輕盈。而家我想邀請你感受一下，吸氣嘅時候，能量同埋氣從上下一齊進入你嘅身體，就好似你係一棵大樹，養分同能量從土地同埋天空同時進入樹幹一樣，匯聚喺你嘅丹田。吸氣，能量從上下一齊進入，去到你嘅丹田位置。呼氣，釋出唔需要嘅能量。你亦都可以吸氣嘅時候，能量從上下進入你嘅丹田，然後閉氣2秒，將氣匯聚喺你嘅丹田度。再呼氣，重複幾次吸氣，氣從上下移入，氣聚丹田。呼氣，重複幾次。當你感覺到你嘅呼吸更加暢順，能量更加流動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終止呢個冥想。如果你有閉上眼睛嘅話，你而家都可以擘大眼。做完呢個冥想之後，你可能感覺到你嘅丹田、你嘅腹部有微微發暖、發熱嘅感覺，都係正常嘅。你嘅身體會更加有精力，你嘅人會更加沉穩，整體會更加精神有能量。你可以喺任何有需要嘅時候都做呢個冥想，希望呢個冥想幫到大家。